再来关心疫苗消息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，为4月2日起开放1万剂1剂疫苗，予自费人注射。民众烦恼讲，这个注射了有副作用。金管会保险局当日宣布讲，正式开放疫苗险来上市，炮头阵开始卖就是富邦甲安达产险，保费上加只要226块。抑过两项无共款，就是讲富邦的疫苗险，只要是法定传染病，若注射了有问题，拢会使理赔。抑过安达保险，干来针对新冠疫苗。新观察再说，不用急。你打不打？我不打。你担心什么？副作用。都惊有副作用，大家拢想要上买一个注疫苗。即马金管会保险局开放过来注头一摆疫苗的保单，富邦和安达产险今仔日开始卖，希望大家对注疫苗有信心。目前我们0800已经很忙了。大家拢伫咧问两间疫苗有啥保障？富邦是法定传染病疫苗拢申报，安达是新冠疫苗。若投保资格，富邦3岁以上得当买保险，买到75岁；安达是16岁到70岁，拢共款无分性别和工会。一年保费富邦上加228，安达226。富邦是注疫苗14天内，若是有无好的反应，就赔钱；安达是90天内。保险的赔偿项目，富邦有无好的反应，就赔5000；短院上济赔偿30万，住院180天内确诊赔3万；安达一般短院1天3000，上济赔14天，丧葬费的保险金有30万。我们还不需要送到卫福部认定完，只要有住院的话，我们大概就启动。在施打疫苗之前，也要经过医师的一个初步的诊断啦。那如果确实是因为疫苗产生的这个不良事件的话，造成住院，我相信在理赔上面应该是从宽处理啦。那你来保险啊？你如果真的有副作用的话，可以赔偿，可以补偿啊。啊，我不要啊！我干嘛要领那个保险，然后冒险呢？没有，我等大家都用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再来说。金管会希望保单会当互大家感觉保平安，为着4月2日开放自费注疫苗，但是希望注疫苗的气氛会当旺起来。